对今日开始，疾管署开放6个月大以上的民众会当去注公费的流感疫苗。就算即马已经是春天啊，真侪人拢认为讲，即马春天是流感疫情的尾期。不过疾管署也讲，虽然流感疫情有小可伫咧降，不过有关是高原期，所以民众也是爱赶紧来注疫苗。放轻松啊，不要哭啊，啊。 流感疫苗一针拄落就通提升保护力。3月7号开始，疾管署大幅度放量公费流感疫苗对象，6个月大以上的民众拢通注公费流感疫苗。7号为止，库存量也有6.6万人左右。是啦，安怎讲？有资料有保庇。有一年，阮兜3个拢去拍，啊一个无拍，迄个得到迄个重大的这个重型流感。 啊，到尾阮就惊着，讲安尼袂使，安尼每年拢爱拍。其实应该大家拢爱做啦哈，尤其是遐风险较悬的人，老人啦，本身有心脏病啦，有糖尿病啦，还是讲本身有肺病的人，这都应该爱做啦。医师林英仁以第一线诊所的经验，伊讲为去年底开始，流感疫情就开始传，到即马也有侪因为流感来求诊的民众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类流感高峰期已经过去啊。顶礼拜门诊、急诊、类流感看病人次是102000人次，比顶一礼拜下降，不过也咧高原期，而且是6年降期上悬。基层医师也呼吁民众爱做好防护。得流感感冒的人吼，甲一般的感冒无共款，所在就是足忝。你若看到一个病人足忝，你一定要考虑吼，是毋是有流行感冒啦吼？特别你有发烧，搁有啥物烧流鼻水，这呼吸道迄个症头的人。就算即马已经春天，普遍大众认为是流感疫情的尾，但是医师林英仁也是呼吁大众爱来注流感疫苗，提升保护力。因应 COVID-19 疫情也当咧拖，林英仁讲，若无严重的感冒，也通流感疫苗、COVID-19 XBB 2档疫苗当接住，保护家己的健康。记者郭明婷、玉凯台北报道。